来啊，咱着向耶和华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来到伊的面前，感谢伊，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咱三甲来吟诗，圣诗第91首，有一个声离咱真远。圣诗第91首，请起立。咱三甲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顶亲像伫天顶。阮日食今仔予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试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感谢。咱三甲用上帝话来启应，启应文第58篇，罗马书第8章。关于这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家己为着咱众人牺牲，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？那安尼，啥人会当家己定因的罪？伊已经死，搁上帝予伊有对世人中国活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迫害，是妖恶。照圣经所记载，阮看见做伊，阮互人看做要杀的羊。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
是现今也是将来的。这声拢着当切断上帝对咱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。咱三甲同心来祈祷，全能慈悲疼痛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你是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你施行审判甲拯救，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阮的罪。伫即届肺炎疫情严重的时，你互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学乐敬拜你，求你赦免阮所犯一切的罪过。因为你的活命救赎，互阮得到活命的更新。阮较无你的话，互阮会当独独用信心来信靠你。阮知你是阮的主，也是全地的主。阮也要为着遐个受着肺炎瘟疫的患难痛苦的人来祈祷，求你用你的疼甲因三脚伫地。也帮助因来明白你，求你帮助阮听从你的命令，互阮伫教会诚侪你的传福音的前兵来传扬你的福音。只有伫你听从的内面，阮才会当得到完全。求你任命阮的软弱，引带阮行永远的道路，帮助阮伫你的面前得到丰盛的性命，使阮有气力抗赢一切的灾难甲困苦。互阮会当行伫你所替阮备办的道路，一世人伫你面前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。阮将一切荣耀拢归互你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三个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太福音26章6节到13节。耶稣伫伯大尼太哥西门的厝，有妇人人带玉盘，内面底结贵气的香油，就群伊，着伊坐倒的时，摒伫伊的头壳顶，合心看去就受气。讲，乃安尼破费有啥物路用？因为即个油会特别济银来互送香人。耶稣知，就甲因讲，请恕刁难即个妇人人啊，因为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的事。因为常常有送香人甲恁伫地，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。因为伊倒伫即个油伫我的身躯，就是希望我来埋葬来行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我伫的无论啥物所在传即个福音，要讲起即个妇人人所行来纪念伊。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话的人。今仔日上帝要借着陈阮张牧师传讲互咱的信息是。正生的崩溃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伫疫情较严重的时，愈来愈严重的时，咱的敬拜有一寡措施吼，一寡限制。这拢是非常时期不得已的，希望上帝怜悯吼，较紧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疼心的崩溃，疼心的崩溃。
今仔日是受难周的开始啦。2000年前的今仔日，主骑驴啊入去耶路撒冷，百姓沿路欢呼欢喜甲，因的规格是赢子君王的规格。足侪人甲家己的衫脱起来，去铺迄只驴仔的脚趾片，互耶稣爬起来坐，较软较好坐。搁较侪人甲衫脱起来，铺喺路的，互驴仔踏过，感觉真阳光。搁有人去扑一寡树仔枝，互铺喺路的，互驴仔踏过。这拢是咧赢子君王的形式。只有约翰福音写着，足侪人举棕树枝出去赢子耶稣基督因的君王。这意思就足严重。主前167年，犹太人起来反抗希腊帝国的统治，打25冬，可见死足侪人。按一撮仔人敢甲希腊遮尔大的帝国拼到尾啊，竟然拍赢，主要是挖靠因的信心啦。拍赢以后，希腊帝国讲好啦，互恁自由独立建国。伫主前142年，犹太人得到独立建国，一直刷落去，延续到主前63年，前后80年，才去互罗马帝国甲消灭。犹太人伫主前586年，就去互巴比伦帝国消灭，一直到主后1948。第二届世界大战以后，因才复国。犹太人亡国2500多年，这中间有80年的独立建国，这是因的历史上真阳光、真骄傲、真重大的一段历史。天主教的旧约比基督教加7本。天主教的旧约内底有2卷，马加比上卷、马加比下卷，就是咧记载这个事件。犹太人亡国2500多年，中间得到独立建国80冬。这段历史称作马加比革命。马加比革命的记号就是棕树枝，所以这百姓举棕树枝出去迎接耶稣，迄意思足明显、足严重。救世主来啊！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，新约讲的基督就是救世主。伊要来领导咱打败罗马帝国，消灭希律加利王朝，要领导咱建立空前强盛的犹太王国。甚至耶稣的12个学生，嘛拢误会救世主的意义啦。耶稣教了，搁再教无效。这百姓拢想讲，咱做奴才较久啊爱太阳罗马帝国，建立犹太的王国，安尼才是救世主。伊毋知耶稣是万王的王啦，耶稣是上帝。耶稣来毋是要用武力去消灭、去压迫别个国家还是民族。耶稣来是要用疼心，万王的王要用疼心来统治人的心。在耶稣受难的时阵，因拢也无明白。
耶稣入耶路撒冷第一个代志，就是入去圣殿，甲内底咧做买卖的人拢赶出去。是安怎？圣殿内底有人咧做买卖？咱看台湾的庙嘛是哦，内底拢咧卖迄个香啦，迄个拜拜用的物件啦，金纸等等。咱教会若入来吼，中就伫门口伫内底咧卖物件，足奇怪吼。世俗的庙就是安尼。古早犹太人敬拜上帝圣殿嘛是安尼呢。犹太人是圣殿崇拜，圣殿是宗教的中心，嘛是政治的中心。因国家的中心就是伫圣殿，迄内底咧做买卖。因为迄是大祭司家族的生理。耶稣的时代，祭司有2万外个啦，其中有几个家族照轮咧做大祭司，台语翻译做祭司头，中文会写祭司长。迄大祭司权力足大，整个圣殿的金银财宝。因的金银财宝去互巴比伦帝国摕去，波斯帝国佫幸运呢。1000年的奉献，1000年的金银财宝，毋知偌济，迄就是大祭司咧落的呢。抑佫1年通天，百姓的奉献到底偌济？大概只有大祭司甲几个身边的祭司知影。犹太人来圣殿爱奉献，犹太骄啊对外国转来嘛爱奉献。遐敬虔的外邦人来敬拜上帝，嘛爱奉献。干那节的最大的节日，搬假节，都100多万人去遐敬拜上帝。到底奉献偌济？这金银财宝，拢大祭司咧落，安尼也无够。逐日伫遐咧剥削百姓，不同时逐日的奉献，因拢要趁。好野人去甲圣殿爱献羊啊啦，善人献焚焦啊啦，你会当家己炸，但是祭司会落去检查，拢未通过，因为借口是献予上帝，都爱无瑕疵上完全的。啊，你炸来会杀的，一定检查，一定未通过。你这只羊啊吼，目睭落落，落毛，佫有皱气，啊，伫遮买新的。阮饲的，阮提供的，这是上健康的、无瑕疵的。粉椒啊嘛是呢，你这粉椒看起来炭炭哦，老实哦，换新的。啊，照咱所找到的资料吼，清清楚楚，伫圣殿内底买的价数，比外口贵25倍以上啦。善人若买一只粉椒来吼，100块未通过。圣殿内底一只爱卖2500块，大祭司就是安尼呢。逐日伫遐贪污，逐日伫遐剥削，所以耶稣非常生气。耶稣引用圣经讲，上帝安尼甲咱讲呢：我的殿是要做祈祷的殿，你奈何这变做贼收？而且公开咧抢夺百姓，咧分百姓的钱，这是圣经所记载耶稣上受气的一摆。伊甲咧收奉献，就是圣殿税，你嘛爱纳现金，伫遐换粉椒啊，换羊啊，甲遐担拢车倒。甲人甲精神啊，拢豁出去。耶稣安尼做，会去互遐祭司甲因的部下吼，啊守圣殿的官员，耶稣安尼做性命危险。加在搬假节要到啊，百姓真济，大家咧看足欢喜，互剥削甲足久啊，足艰苦啊，大家拢支持耶稣，所以遐。祭司吼，鼻仔摸咧，点点啊出去，毋敢掠耶稣。但是
耶稣安尼做是当人的财路啦，所以一定要互耶稣死。拜一甲拜四，耶稣逐工拢去圣殿讲道呢，迄啊足大的勇气啊！圣殿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啊！啊，你这个人传你的，啊百姓吼拢尊敬你，啊愈来愈歹插阮这祭司啊，嘛歹插遐法利赛人知识分子啊！啊，大家拢听你的，歹听阮的，安是啥意思？耶稣去圣殿讲道是对犹太教、对遐祭司、对遐知识分子、对遐有钱有势人足大的挑战。所以耶稣真正是宗教改革家，嘛是社会的改革家。伊勇敢面对现实，伊毋是去讲遐人拢祭司。文士遐知识分子拢点点，毋是呢？咱看圣经吼，一阵搁一阵一直来，甲耶稣刁难，甲问东问西，要掠画饼，要害死耶稣。耶稣拢甲应付甲足好，讲甲互伊无话通讲，甚至毋敢搁问。咱圣经去看，咱圣经看足趣味，这就是救世主。遐大祭司吼，遐祭司2万外个，称作撒都该督。大比罗的时代有一个足伟大的祭司，叫做撒都啦。撒都该督，撒都该意思是对撒都来啦，撒都遗传的这徒子徒孙这后裔。所以撒都该有迄个公义的意思呢。行公义的意思伫内底，耶稣爱个应付遐文士长老，这人是律法师，解说律法、修改律法，因有权利；经学师研究圣经、解说圣经，这拢知识分子，称作法利赛督。法利赛就是敬虔的意思呢。撒都该公义，法利赛敬虔，这自称公义甲敬虔的，耶稣讲。恁拢假冒伪善，耶稣就是死伫当时犹太同胞知识分子的手头，就是去互撒都该甲法利赛联合起来，把耶稣害死。拜四暗，耶稣甲学生去马可因兜，写马可福音的马可。去马可因兜食搬过节，是咱的主最后的晚餐，上时设立圣餐。食最后的晚餐，设立圣餐以后，主甲耶稣去克西马尼园祈祷，伫遐受掠，掠着以后。随时送去大祭司亚那因兜，这足严重，这完全违法。这个亚那吼，就是圣经记载有着上垃圾的大祭司。圣殿内底咧做生意，遐搭有一个专有的名词，或者亚那之盆，亚那的宝瓶。亚那的担，大祭司亚那伫遐摆担，剥削百姓，伊也无咧惊人讲面皮有够厚。问题是，伊是正任的大祭司。甲主出来报道的时阵，传福音的时阵，已经换亚那的囝婿该亚法咧做大祭司。是那掠着先送去亚那因兜，因为亚那也咧做地下大祭司，圣殿的买嘛伊咧控制，圣殿的钱、犹太社会的经济、宗教，拢伊咧拿，足垃圾的人咧拿，足无清气的人咧拿，这两大违法啊！
第一，你是前任的大祭司，毋是现任的呢，凭什么送去恁兜，互你大声审判？第二，犹太的公会吼，犹太人有一个公会，迄就是因的地方自治法庭。罗马政府互犹太人相当的自治权啦。公会就是呢地方法庭，拢总71个议员，大祭司是做议长、主席，下面有70位议员，拢是撒都该党、法利赛党。公会是伫议事照规定，才会使咧开庭啦。哪有一个暗时咧开庭的？互前任的大祭司伫遐咧审判耶稣，非常的过分。大祭司凊彩讲的，就要判耶稣死刑，佮叫伊的部下欺人耶稣、拍耶稣、侮辱耶稣，到天光就送去公会审判。讲迄随时判耶稣死，问题是公会有权。通共判刑，有期徒刑，我要拍、要罚、要关，会使的。但是袂当共判死刑。死刑的权利是伫当时地方罗马政府所派官最高的地方官巡抚，嘛或者总督。判死刑是巡抚的权利。当时的巡抚是彼拉多，所以公会决定要死，就送去予彼拉多做最后的裁判。彼拉多真清楚，这个恁的宗教问题，这个人也无犯罪，这个好人嘛，我捌听过嘛。彼拉多的某甚至信耶稣，彼拉多一直要放耶稣，但是证人撒都该法利赛甲军队因的人。大声喊话，定死耶稣，定死耶稣。路加23章23节，真好记吼。路加23章23节，安尼记载，因的声就得胜，大声就赢啦。彼拉多为着哎哟，现在引起地方的动乱吼，影响我家己的前途，所以伊无主持公义。啊，好啦，定好死。定死以前，死刑的罪犯还阁受鞭刑。犹太人的鞭刑是足严重的，一条皮鞭尾也分做3册，伫个尾溜吼，拢钉铁钉啊，阁有钉迄个拍喙的动物的骨头，刺刺擦擦。尖尾尾足长的，迄抹落去，佮扭起来吼，皮肉总离开。所以有记载，有当缩着目睭，擦目睭嘛掉出来。有足侪人因为未堪忍的痛苦，也未拍了就死啊。有人是拍了阵精神错乱，变做精神病。咱的主爱忍受这个。拍甲密密麻麻，迄种受难的描写哦，迄皮肉规离开，迄是真实的。啊，着搁背家己的十字架，行迄段真苦痛的路。拜五早起9点就定啊呢，趁早解决。痛苦6点钟到下晡3点才断开。咱的周报吼，今日有写受难周的一寡经节，互咱大家看伫厝的灵修。其实毋那遮个啊，牧师掠几节4本福音书关于受难各话，拢有足侪记载。咱4本拢爱做伙看，对头到尾甲看，点点啊想去领受迄受难的意义。为咱完全牺牲的意义，各活的意义，来孝念咱的主。这内面吼，
咱一定要讲起一个负责人啦，就是今仔日的主题吼，痛心的崩溃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记载，耶稣去一个犹太人同胞或者西门因兜去坐倒呢，去互因请。四本福音书拢有写着这个故事啦。马可讲，迄个是钓大台哥的西门，这个人钓大台哥，一定是主甲医好，会晓感恩，请耶稣食一个饭。因咧食饭的时阵，一个负责人弄入来。迄是足冒失呢，足无礼貌，迄是犯罪哦。人会当甲掠，会当甲讲，会当甲呼出去，甚至掠去关。查甫人咧坐倒，负责人无地位，袂当做伙坐，你搁弄入来创啥？伊拼命去亲君主啦，真正是拼命，摕一个细细罐的玉盘，内底是滴真拿达香膏。马太无讲真拿达香油，马可、约翰因拢有讲，这是真拿达香油，上贵重的香料。马可甲约翰讲，迄价值30个银啊，30两银，大约是即马1年的工资啦。迄个负责人欠长内度，毋知欠偌久，欠的才会当买着迄罐。真拿达香膏，那照即卖最低工资一个月23800，安尼迄一罐啊吼，佮加迄个叶仔做的罐啊，凑台票30万左右啊，摕来拢总甲耶稣抹。这个负责人才有心哦。其中一个门徒就讲：“哎哟，无彩，浪费！这遐尼贵，会当摕去卖卖的救济足济人咧。啊，那规罐咧倒到迄老师的身躯。”约翰甲咱讲，迄个门徒就是犹大啦，出卖耶稣的犹大，足爱钱，足爱管钱。耶稣因这个布道团的钱吼，钱袋啊，拢伊咧管。约翰就是讲，伊定定对钱袋仔内底偷摕钱去开啦。约翰讲啊，这个假冒伪善的人、爱钱的人、贪财的人，第一个反应，哎哟，无彩，浪费，啊，规罐倒互耶稣，啊，这毋是会当摕去救济足济人。各位兄弟，献互主是浪费吗？救世主伫世间33年尔定，伊的生活充满辛苦、苦毒、背叛，遐尼多阴谋要害死伊。伊做尽一切的好心，医病赶鬼，互枵餓的人食饱，还得佮受鞭拍、受钉死，拼甲死去活来，佮为咱过活。上帝互咱的恩典满满。耶稣就是上帝啊！献1年的所得算浪费吗？所以咱的主讲，恁为什么要责备伊？伊伫我的身躯所做的是一项足水的代志，常常有善人甲恁做伙大，但是恁无常常有我。意思就是，恁要救这丧乡人，定定有机会，常常有机会，逐日都有机会。但是我阁甲恁大无偌久呢，我受定死，阁活上天，我阁甲恁做伙无偌久呢。各位兄弟，咱即摆拢讲疼人，就是疼上帝吼，就是疼耶稣。迄个时阵，耶稣在场啊。咱读圣经回想看觅，有几个学生会晓安尼表达伊疼主，无半个嘛。连身边上亲近的12个，捌安尼表明伊疼主无？毋捌啊！等到咧设立最后晚餐的时阵，咧艰苦心，我会受定死3日以后过活。
咧设立晚餐，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摕去食来纪念我。这葡萄汁亲像我的肺为恁老的摕去食来纪念我。学生还佫开始咧烧钱，想要做较大，因为想耶稣要做王啊，安尼我要做大官啊。抑佫耶稣受定的时阵，12个走了了，一个出卖耶稣，加再要一个约翰走伫十字架骹。耶稣咧甲因讲：“我甲恁讲，我会去用害死3日过活，恁敢若拢袂晓听呢？敢若咧想讲想要做较大，啊，这个妇人人听有呢？”伊足勇敢的，伊弄入来，咱咧坐倒食饭，伊来甲抹香膏，是亲像为我的安葬备办呢。犹太人会甲尸体抹香油香料，表示最后的尊敬。这个妇人人就是咧为着我的死，为着我的安葬咧做备办呢。恁袂晓听呢，敢若伊听有呢。所以我实实在在甲恁讲。咱的主伫圣经内底无几摆安尼讲啦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去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传福音，拢爱讲起这个妇人人为我所做的，做一个纪念。各位兄弟，迄个真哪达香膏的香味吼，通过2000年的时间甲空间，四福音记载落来，咱看到。好亲像也闻到迄个香气啊！规本的新约圣经主上称赞的，就是这个妇人人嘛。全世界咱的主上称赞的，就是这个妇人人嘛。为什么无论去到倒位，拢爱讲起这个妇人人的故事？因为爱咱学习伊啦。遮尔啊听主，咱当心来祈祷。感恩的天父，救世主伫2000年前，伊的坚持，伊的辛苦，伊受背叛，受苦毒。受鞭拍，受定死，这拢是为着要救赎我，拢是为着我。啊，有几人亲像这个妇人人这样听主，伊的芳气，听心的芳气，通过2000多年的时间空间，也咧提醒我。爱听主，爱听阮的主，因为伊大声听阮。因别上帝，愿你假使阮后三听，对三听来表明，阮亲像这个妇人人，遮尔啊听主，祈祷感恩，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咱三个来吟诗，圣诗第379首，愿我会哪听你，我主基督。
为着要报答上帝的恩典，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这时我来报告小会公告。第一点，经小会员邀请各团契会长举行座谈会了后，达成以下的共识。第一点，因为疫情甲政府的政策，4月5号起，本堂主日礼拜维持一场，伫上午9点开始。第二大礼拜堂甲1楼副堂、2楼副堂同时举行。第二点，配合疫情，指挥中心宣布，建议停办超过100人室内聚会，减少社区感染的风险。主日礼拜将
加强人数的管控。9点以前，若额满，就关闭闭门大门；若未额满，延到9点20分关闭大门。第三，敬请年长甲免疫力较弱的兄弟，尽量伫厝内观看网络直播的礼拜。到位消息，第一点，今仔日4月初5，主日礼拜日了后，伫社区发展中心咖啡厅举行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加。第二点，因为武汉肺炎防疫，今仔日4月初5，将就主日圣餐暂停一改，原定教会大扫除清洁日暂停一次。第三点，2020年度4月到6月，新安宫读经已经送到，请有登记的兄弟到办公室领取。第四点，因为疫情严峻，呼吁教会会友会当伫厝内观看网络直播做礼拜。若要奉献的兄弟，可当利用周间办公室上班的时间，直接交予干事，也是汇款到教会邮局的账号，资料如下，请咱家己过目。若有要指定奉献甲奉献人的姓名，也是用网络金融卡汇款要记名的时，请一定要来电甲教会郑永贤干事说明，并利用邮局无特存款的注明清楚。第五点，原定4月初6本周一、4月初7本周2、4月初8本周3，伫伊丽莎白教堂举行受难周礼拜，甲4月初8本周4。一小区受难周联合礼拜，因为疫情缘故取消。第六点，受难周读经默想，伫4月初6甲4月11，有对马太福音甲约翰福音的经节，写伫周报顶悬，请咱家己来过目来研读。集体交通，本会蔡林秀伦姊妹已经伫3月29号问主温调，享年86岁，定于4月初7上午9点伫台南市立殡仪馆3至1号日联室举行日联礼拜，愿主安慰遗族。第二点，本会陈怡晶姊妹伫3月30蒙主温调，享年80岁，定伫4月11日上午伫9点伫台南市殡仪馆3号日联室举行日联礼拜，下晡2点伫本会大礼拜堂举行告别式，愿主安慰遗族。这是咱来我先咱来读本周的金句。第一段，咱来读本周的金句。咱来读2遍。恁知，过2日搬过一就到，民主拄过送，去顶12架。马太26章20来一解。恁知，过2日搬过一就到，民主拄过送，去顶12架。马太26章20。来，即马牧师要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平安，而且甲大家补充几项吼，甲大家报告。咱顶礼拜小会本来议决为着要分流啦吼，
莫集中足侪人做伙礼拜啊，所以想要佮改转来每一个主日2场的礼拜。结果咱邀请各团契的会长吼来开会，本来意思是要来安排。看有的团契去第一场，有的团契去第2场，安尼分流。结果逐个团契的会长拢建议讲，都已经合作1场啊吼，莫阁分做2场啦。有缘是1场，减少迄个接触的机会，减少接触原来是1场吼，减少接触，而且爱较严格来控制人数。所以今仔日开始吼，咱主场算的两个安尼吼，会当坐81个，一楼副场坐29个，2楼副场坐28个，3楼小礼拜场吼会当坐25个，安尼合起来拢总163个，拢总163个。咱本来人就自动减少到剩180个左右啦，咱即马控制伫163个，配合政府的政策啦，来分散，莫一场较侪人，佮减少接触。咱的圣餐吼，因为疫情，佮无主任牧师，所以一档会当较少摆啦，所以今仔日的圣餐就来停止。后礼拜吼嘛无要发过外一个卵啦，因为一粒卵吼爱有人撒卵、包卵、分卵，为着要减少接触，所以后礼拜咱圣歌队有要献诗，这是特别的献诗，庆祝过外节，但是咱就无要过包红卵。4月初1伫后甲教会有台南中会关的疫情的座谈会啦，台南中会疫情座谈会，4月初1伫后甲教会举行。有3项要紧的代志，甲大家报告第一，主要的话各教会看情形，家己处理啦。市内大间教会甲庄脚细间情形拢无共，咱家己看情形来处理。特别报告，嘉义教会甲仁和教会拢有停止礼拜2周啦。可能教会有啥物情况无讲，但是一定有啥物情况，所以嘉义甲仁和停止礼拜2礼拜。高雄德兴教会中会提出来。互大家做一个临时的变通的参考。高雄德兴嘛是足大间的教会，台北双连嘛是足大间的教会。双连大家拢已经知，因拢停止礼拜对3月中甲5月中，再去看卖。新的消息讲高雄德兴原来2场合作1场，因的会友分2大组。第一组参加单数组的敬拜，第2组参加双数组的礼拜，就是从4月即马第1礼拜第1组参加，后礼拜第2周就第2组，第3周就个第1组，第4周就个第2组，所以因的会友分2大组，礼拜1组，礼拜1周休困1周，因是安尼变通啦。嘛是为着分散会友减少接触中会有呼吁，咱爱注意兄弟中间若是有人因为疫情失业，是破病生活。主要是经济有困难，真需要关心的时阵呼吁各教会爱关心这种的兄弟啦，因为疫情失业是经济足困难的。第3项决定就是，若发生以下这2种
情形的其中一种。这两种有发生一种，随时全教会停止聚会，停偌久看情形吼。第一，一间教会内底若有一个确诊的啦，教会内底若发生一个去互人检查出来吼，有着肺炎，安尼全教会拢爱停。第二，政府若有政令的宣达，有命令的宣达，停止公共聚会，迄阵啊，咱就爱总停。好，以上甲大家补充报告。介绍无新来的来宾，所以咱来祝福齐见。圣诗第391首，何乐天顶主宰。临时后，请陈牧师祝祷。何乐天顶主宰，从这地底甲下，保护万民，人的保庇，当心阿乐上帝，阿乐三位体，白行诚实。请谈天父，伫武汉肺炎疫情哪来哪严重的时阵，愿你甲你所创造、你所听的世间人三角之地，减轻疫情，也恳求互疫情紧紧消退。天父上帝，阮甲阮的恳求、愿望拢交托伫你。愿你看顾世界，你的囝类，荣光拢归伫天父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阿门，阿门，欲得必回。
平安礼，请各位会友互相拍招呼请安。